辣辣南京的火车站，士军接到了苏维到真正，所以接着一辆马车忙正沟里方向来。不晓得今朝的南京啊，冷得不得了。士军看真正身上像衣裳啥样单薄，但又不舍得。真真，淑慧，这2天南京特别的冷，我看你们身上的衣服这么单薄，很冷吧？士军啊，搿南京降温嘛，侬身浪向还要降一裳，我倒还好。侬看真正啊，衣裳是搿能个单薄。真正啊，侬话伐？真正随便那份先生，搿南京会得10个哪个？现在身浪扎一件红蓝颜色的绒线衫，外头扎一件灰颜色的呢塔衣，头颈里呢一条红蓝颜色的绒线浴巾，穿上红颜色的绒线衫塔，脚上搭配皮啊。冻得嘞，脚上个冻疮有点痛，搿风嘛也是大啊，吹得个耳朵痛着，所以没办法嘛，拿搿条浴巾忙成头浪一摆。苏维欢喜真开心，一看真正搿种样子嘛，哦哟，浴巾头浪向一包，弄得像小菜场里向卖鸡蛋个嘞。侬啊，讲不出好闲话。是不啦，是不啦？别个真正一看呗，路浪向是没人用浴巾摆头的。哪得觉着自家的样子是蛮乖的，眼睛拿浴巾拿下来，但是个风实在大不够啊，吹得个头发落落落，像个蓬头吹子没拉带着，所以只好再拿浴巾摆起来。哎哟，搿能一弄弄得像红头阿三嘞！所谓侬个人最坏了。士军辣半边天下，有所谓随心而生。眼睛一眨，过里到了，山高头要进下马车。士军大致里到忙正屋里向来，该打还随是南京神奇皮后上。搿地面呢非常大，但是建筑的样子和上海的房子不一样。面积虽然大，但是光线特别暗，对里向一看嘛，哦哟，只看见地堂里有一张红木的不锈桌，上头摆盒茶杯茶壶，旁边呢2只红木的靠背，还随是资深的伙计招待客人休息或者谈谈生意用的。石青颜色的地砖看上去非常凝重，头抬起来一望嘛，有只天窗，前恰一束阳光照进地堂，再在里向停下一辆里到屋里向的板车。搿地堂上头呀侪是窗口，下头一啥个火室，搿伙计呢随会得拿皮火用水布包一包，扎成一个像小包包这样从上头掉下来，非常有特色。地堂后头侪是乱房子，2层楼的房间四面侪钻得通，叫钻马堂来。该搭侪是士军屋里向的厨房。士军嫂嫂得知10至3间的房间，士军爷娘房间、士军房间为茶器间、吃饭间等等。楼浪向的窗门玻璃呀，是白来彩花的，各色各香，一看就晓得是英式人家。士军带真正到所谓见过自家的娘，再到爷的房间里向请过安。士军的娘特别热情，准备好一桌非常丰盛的中饭。吃得饭，所谓说要带朋友他去送一点托大的物事，其实里拎得清，随时留点空间让真正到士军哈哈叫谈谈心。现在士军呢看真正来去努力大进手去给，因为今年圣山洞死了该大，房间里向生只是后楼，晓得里啊还要出来追追夺夺，手气间呢还生只是后楼。现在看真正脱脱大衣，怕里还要冷，所以到房间里向拿出一件自家的粗绒线衫，咖啡颜色，扎子很多泥所在，手指板浪向已经破脱在，绒线头还出来着呀，但是非常厚，特别保暖。真真，这是我的毛衣，虽然旧了点，但是非常的暖和，穿上吧。真正来得个听闲话。我搿件绒线衫太大短了，扎带身了，因为手指板上呀，前腔拿着手抓门，所以觉得特别的暖热。主要啦，衣裳浪向有士军的味道，顿时觉得身浪向带暖热起来着。
两高头，平房边坐了后了半边，世君的娘呢，设置腰子个白字，里头要紧拿白字拿出来，不用写的，随拿这卡子拿皮剥脱。十刚一来，手热在，吃到肚皮里向个人还热在。现在的真正，面孔红彤彤，心里暖烘烘。可世君津津有味来吃白鸡，那口这是样子，阿三哥个三女啊！但是真正心里一点点不轻松，脑子里个念头是发发闪闪。李老三呀，世君的娘对一个水果的闪闪，到底是哪一对不行？更高罕见的，就是那个羊。十刚一位年纪的家长，竟然有2个公婆。可以讲厚此薄彼，因为世君违背自己的意愿，得利一打两头为投资里的经济来源。现在呢，也可以赢得儿子的同情，而为你放弃自家的理想。可以讲，非水为云，覆水为雨啊！十刚一位家长肯定得自家要是不一样的家长。世君见我带南京来到底为点啥个事情呢？肯定不是为读专门这样简单，阿为屋里出啥事体噻？一定跟你两高头是有关系的。那么世君呐哈，有一大批的闲话要得真正讲，因为了上海可以说来去匆匆，分得真正商量，所以事实上差点想去辞职了。哎，真正啊，我有我的苦衷啊，所以今朝我一定要辣你面前表明自家的心思。但是世君呢，是个不会讲闲话的懒人的，不晓得哪哈侬搿点事体讲清爽。现在闲话全部用到至喉咙口了，那么不灵，杀气接通堵塞，昨夜一句闲话还讲不出。真正的没声音，因为世君对自家一向十分坦诚的。今朝为得一番上台，好像有难言之隐，那口里吞吞吐吐，欲言不语。你是因为要生大病回到南京的，10几年过后呢，再到上海来，再好不分担，随侬差点的工作死脱了。这个意味着啥？从今之后，你也分居两地啊！世君啊，是俺这个事情，你哪不跟我商量呢？你阿晓得那个种做法，弄得不切，你两家的关系也发生变化的。那么你啥来这样做呢？是你爷娘的意思，还是你自家的主张？在你心目当中，侬放了红灯的位置。所以真正功夫的难为人，孤单南京嘛，随着龙青上其中的原因，因为关系到自家的终身大事啊。那我现在人也带着南京这样，你啥去申句白话呢？内心的，你爷娘非对你两家头的事情，你开不出口，还是你辣南京有新的女朋友噻？所以真正想到个老紧张的来，试图性的问之一句。世君，真真，那屋里是不是出啥事体啦？是啊，最近出的事儿特别多，所以在上海的时候，来辞职的辰光，我又听得出你为了动气完。是的，我没跟你商量。为啥？我怕我下不了决心，所以现在后头像逃一样的离开了上海是吧？还不是父亲又回到鼓楼老家了吗？啊？那爸爸哪能不是小公馆了？是啊，我回到南京，随了小公馆里服侍呀，可以说度日10年呀。这个姨太太像绑死的样盯了我，夜里向不困觉，张破夜翻拿3天箱里向的么子拨了我，我真是失手真折，恨不得马上就离开。真正一听吧，哦哟，这个姨太太的结棍的，整个难为世君子。我看见呀，啥个小才的面孔，手里向用力了吃么子，但是我心里想的是你真正的，真正啊，我真的想呢。有个辰光，
真希望也能够马上喝，我随后回到上海，当你等了一大子。想来想得来，不晓得自家了做啥，心不在意个，我真个想呢。啥人想得到？突然之间也提出来，回到鼓楼老家，弄得我的娘手忙脚乱个。回到鼓楼么好事体呀，那妈肯定老开心的。开心的啥？只不过扎着点脚面子啊，还不是个照顾别人的保姆，谈不上什么感情。既然不感情的，为啥道理十上头就回到鼓楼呢？我知道，是为了我。为了侬？是啊，因为你呀，我上福气，所有商行里向的事体，侪要我去做。你晓得，假使让我小公布，我不会答应的。回到鼓楼，我随后顺理成章听你的安排着。其实真正啊，我到上海来辞职，真的就没办法。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浪向，我真的怕啊！怕啥呢？怕我也突然之间过世，我一个子会承担不起这个家庭，我怕你真正烦我了，唉，滚滚错了。像上海人废弃思索六分父亲病重身边过，早为死亡脱不了身，大理上难太脱，也乱南京，我心中只把你真正想我们是心心相印，心意真啊人心，撇下你好真，本该当你来上你，我怕你们心气恼，我怕你们我为生门内用我比你好真，快到在的路码头，要为是这为南京心中会对你好真。匆匆为这金陵雨，我好比芒刺背，雨好比么几处心。受否闽南人，我是想真真，我是你真真，我一直虚心去真真，要得你真真到南京，我要把废女
来告诉你好真真真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听世君心真意切，写得来是头发会说句话的。这个家头啊，世君简直让人受惊讶呀！搿么世君啊，你也晓得我等你个消息，我不好让人受惊讶。只怪心里向一阵一阵的痛，眼里让眼眶里打走，不想不来世君看见么，所以头忙成半边一般。懂真正的意思，随后对我回到上海，发把承诺希望。我头上不是这样想的，但是夫人我人辣了南京，还是上海。夫人碰着千难万险，我今朝一定要帮你表表自家的心思。想到该打，随身到台台里向摸出一只丝绒的盒子，盖头小心翼翼地打开来，收过去。真真，送给你。真正口里拿出来一只漂亮的丝绒盒子，盒子里一只红白色的戒指。带里看看，侬啥个意思啊？是这样的，我在上海辞职的时候拿了半个月的薪水，我就到最好的求天宝买了这样一枚红宝石戒指。因为我还很穷，所以只能送这种不值钱的戒指送给你了。一讲眼泪涌上心头呀，因为这看得出世君对我的一片真心。搿只戒指啊，市里除出的搿有半个海头工资买的。耶，搿么上海的辰光啥几发拨我们呢？世君，真真，侬哪能现在拿出来？辣上海的辰光啥几发拨我？你要我说真话吗？当然了，是辣在我辣上海的辰光，真是一种煎熬。因为我分当你商量，事实是我随到厂里向去辞职了。其实西在后嘴，侬一拍个不承认。我觉着我没把面孔面对你真正，我对不起你，我违背了自家的诺言，所以我要补偿你。随到全天班买了这样只戒指送给你。我当时辰光谁想不你了，但是从你的眉目之间，我看到你的委屈，你的无奈，你的宽容，你的深情。我怕你看见这只戒指，你为我太狠呢。如果你当时辰光回答我反，我肯定会得伏地使用。但是今朝你到南京来了，说明你在乎我，关心我，想念我，所以今朝这只戒指我一定要带你在手上，让你代表我可以日日陪在你的身边，你还随着我的一片心啊。真真，我想你不会拒绝的，对吗？一面说，一面戒指拿出来，戴到真正的手上。真正是激动啊，眼里要哭下来这样。因为搿只戒指受得了世君对我的真心厚意。现在个烂石头啦，碰到是前所未有的困难者。那么我是你最最亲近的人，我是你的希望，是你的依靠，是你的精神支持。所以真正盯了搿只戒指辣浪看，适当的鲜艳，适当的光亮，适当的迷神，因为你代表了世君对我的一颗真心。开
鼻孔通通，心里滴滋滋。只拉发现，肚皮里向侪是个闲话啊！是君。在那荡走啊！珍珍，是不是戒指太大了点？好像是的，最好呢用水摇一摇。哎，搿搭对个，但是水嘛，搿搭受气该5百个呀，一搭10或者2个房间里去弄。埃些辰光两家头真是难舍难分，一刻还不想离开对方，我哪办呢？一刻没有了，珍珍身浪向。这个是自家的充用水噻，可水头还已经出来着呀，就用力吧。珍珍，我们就把绒线头拉出来用一下吧。哎，这个办法好的呀。是啊，珍珍眼睛，我用水那个水头捞了一头，那嘎子往下眼还几圈，大胆水那么细切睁开，哦哟，那是碗口是口，是口碗口，欢喜得来，非想吐下来着。是，君看珍珍实干欢喜搿只嘎子。心里想既开心也慚愧。珍珍，这枚红宝石戒指它寒酸了点，等我有钱了，我一定给你买一枚钻石的戒指。珍珍懂你的意思，还想送给我10万一只戒指了，委屈我在。其实世君啊，用不啥个呀，个人搿样么子，哪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呢？世君，珍珍。其实我一眼也不欢喜钻石。哦，为什么？金刚钻的光头多少硬啊！吃得来眼睛又睁不开，多口子眼睛是要坏的。再讲了，伊太招摇，我不欢喜。闲话讲得有道理，符合真正的性格。那这样说起来，珍珠还可以咯。珠子嘛，太温润了，没色彩。那什么好呢？红宝石呀，红宝石。颜色鲜又喜庆，打了海又好看又年轻，讨人欢喜。世君听见之开心啊！真正哎呀哈，一点点发现病哦。埃些辰光，世君实在妖精扎了真正的心。珍珍，这枚不值钱的红宝石戒指，能算我们的订婚戒吗？这个是真正等待已久的闲话啊，所以心里想只顾他提是提得来。对你点点头，看你弟弟们家女开心着。好，珍珍，我们永生永世不分开。天老地荒，永不变心。好，我一会儿就带你去见我的父亲，把我们订婚的事告诉他。我想我的父亲母亲一定会为我们祝福的。真的？是啊，到两家头亲亲弄个辰光，父亲声音来着，世君啊，世君啊，两家头睡一记松呀。世君一听，哎呀，上海舅舅来着哇！舅舅是再欢喜我的，假使你能够了爷娘门前替你两家头讲几句好闲话，可是你个终身大事不我大了。所以妖精到父亲跟随。舅舅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啊是来看看侬父亲啊，侬妈呢？他在商行里帮忙，我马上叫他回来。用不着。那么侬父亲呢？他在睡午觉。来，舅舅进来坐，我帮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叫顾曼桢，我们是同事，
他在写字间，我在车间。这个一次，我特地请他到南京来度周末的。珍珍，这位就是我的舅舅，上海来的。珍珍眼睛立起来，上海舅舅来着？那么世君的舅舅将来就是我的舅舅呀，所以既大方也有礼貌的孩子。世君舅舅好。舅舅是上海来客了，噶苗头本事一等一看没。哦哟，这个两高的关系不一般啊！你听呐，一个珍珍，一个世君，哦哟，结得几乎亲密啊！顾小姐，侬好，侬好。一面说，一面对珍珍看，不晓得这个小伙子啊，这个眼光哪？一看嘛，哦哟，世君眼光好个，这个姑娘也漂亮，一看就晓得上海小姑娘。好个，顾小姐，来，请坐。世君舅舅，侬也请坐。哎呀，睡一会，一上轻手，一个神态，一个声音，熟悉的了。像是沙场河看见过的，也是对了想不起来。顾小姐，侬上海住了啥地方啊？住了老西门附近。哦，南市啊，不错。那么侬搭世君一个厂里的了？对个。啊，我看侬这面孔啊，蛮熟悉，像是啥地方看到过啊？是吧？阿会得辣上海看到过的。上海。这句闲话提醒是拒绝。对个，要见发回了南京，肯定了上海。像那个位姑娘，我是分看见过，但是那个张面孔肯定沙场河看见过的。那些辰光舅舅脑子里向说出一段上海往事，那么这段往事和世君真正还有关系呢？啥个还有关系？都有关系。那么到底呢？请听我讲。